安裝教會應用程式。首先喺 iPhone 入邊嘅 App Store 或者係 Android 入邊嘅 Play Store 搜尋 Church App。你就會見到一個深藍色底有3塊葉咁樣嘅標誌，就撳安裝。第一次使用時就會見到 Connect with your church 嘅頁面。喺呢個 City State Zip 呢度就按 Milsons Point， 然後就 Search， 你就會見到本堂嘅搜尋結果。請選擇粵語堂。你就會見到本堂嘅粵語堂主頁，雪梨華人基督教會粵語堂，係介紹本會嘅地址、電話、崇拜時間同埋網頁。最新活動就介紹粵語堂即將舉行嘅活動同佢嘅詳細資料。報告事項每個星期都會更新，係介紹粵語堂入邊嘅家事報告。成人主日學係介紹每個課程嘅簡介同埋導師、日期等等嘅詳細資料。崇拜程序係即將嚟緊1個星期嘅程序表。兒童及青少年部就係介紹兒童同青年嘅主日學。牧者分享由陳牧師、Anita 同 Michelle 每個星期都會撰寫分享，鼓勵會眾多啲閱讀。喺下排5個掣入邊，首先係網上崇拜。假如你係喺崇拜以外嘅時間撳呢，就會帶到過去一次嘅主日崇拜。如果你係喺崇拜嘅時候撳呢，就會帶你去現場嘅崇拜啦。講道資料就係過往講道嘅大綱，你亦都可以撳以下連結去獲得一啲信息嘅資料。主日正道就係過往講道嘅錄音，你可以選擇某一個堂嘅講道聆聽。如果你係想淨係聽就 listen。多謝，如果你係想多謝我哋嘅主俾我下能載嘅話，夠再同大家就請按分享佢嘅 download 呢個話。我哋掣。首先喺神面前禱告。更多教會報告事項係關於全教會入邊嘅報告事項，有中英文。教會近期活動亦都係全教會入嚟緊幾個月嘅活動。雪梨華人基督教會60週年，包括佢詳細嘅資料，例如係60週年感恩崇拜、晚宴、報名同埋徵求一啲工作人員嘅詳細信息。奉獻佢會帶你嚟一個網頁，首先你就按下奉獻嘅金額，例如係100蚊，最少奉獻金額係1蚊。你會下邊見到 additional 2.24 cover， 呢2個2毫4係軟件公司所收取嘅服務費，費用係按照金額按比例而增加。你可以選擇奉獻喺邊度，例如感恩奉獻、差傳基金、常務基金。我就喺度揀常務基金。如果你 tick 呢個 recurring giving， 咁即係話你可以係選擇每一個月或者每個星期或者每2個星期咁樣付款。如果你係一次過奉獻嘅話，你就可以唔需要撳呢個 tick， 同埋要填上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同信用卡號碼。你亦都可以揀 Apple Pay 或者係 Google Pay。Cover fees 即係話你願意多付以上嘅2個2毫4嘅服務費，咁所以金額就係102個2毫4。如果你唔剔呢一個，你都係只會俾100蚊，但係呢2個2毫4就會由教會支付俾軟件公司，所以教會只係實際收咗97個7毫6。Remember me 即係話呢一個網頁咧就會記低你之前所入過嘅個人資料同信用卡號碼，可以唔需要剔。如果你覺得 OK 嘅話，咁就可以奉獻。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奉獻方式。會眾仍然可以用現有嘅方式嚟奉獻，包括係電子轉帳同將現金放入奉獻袋。如有問題，請向牧師同執事查詢。